人活到60歲，走過半生風雨，閱盡世態人情，歷盡喜樂得失，終於會參透一個最樸實亦最真實嘅人生真相。年輕時，我哋一生追逐名利，奔波生計，執着財富，看重成就，以為人世最大嘅本領係賺大錢，撐得起頭家，養得起家人，活得風光體面。但踏入花甲之年，剃去半生浮躁，看淡世間浮華，身體機能慢慢轉變，先至徹底明白，人生下半場最珍貴、最靠得住、最無可替代嘅本事，從來唔係積蓄幾多財富，坐過幾多高位，擁有幾多體面，而係好好守住自己嘅健康，安穩自己嘅身心，平順自己嘅氣血。健康唔係晚年嘅選擇，而係長者最根本嘅底氣，係一切幸福嘅前提，亦係畢生辛勞換來嘅最後福氣。60歲之前，人拼嘅係體力，拼嘅係衝勁，拼嘅係奮鬥。60歲之後，人拼嘅係體質，拼嘅係氣息，拼嘅係穩健。好多長者一生勤勞節儉，處處顧家，事事為人。年輕時捱盡風雨，日夜操勞，從唔捨得食好，從唔捨得嘆世界，從唔捨得休息，一心撐起家庭，成全子女，積蓄家財。本以為辛苦半生，退休之後可以安享晚年，自在享福，卻因為從前長期透支身體，忽視養生，踏入老年之後百病纏身，體虛乏力，日日與病痛為伴。到最後先至醒悟，自己辛苦一世積落嘅財富，打拼出嘅家業，成全嘅子女，都需要有健康嘅身體先可以享受。冇咗健康，一切福氣都係虛談，一切財富都係徒然。60歲之後，一定要徹底扭轉一個錯誤觀念，老來生病唔係宿命，而係日積月累嘅生活結果。體質衰退唔係必然，而係長期忽視養生嘅代價。歲月雖然無情，年華雖然會老，但養生可以延緩衰老，穩固氣血，減少病痛，安穩暮年。真正嘅老年養生，從來唔係大補大療，唔係花錢保養，唔係迷信偏方，而係簡簡單單嘅作息自律、飲食節制、情緒平和、心態淡然。養生唔係養表面體面，而係養元氣、養氣血、養心境、養長久嘅安穩。好多長者晚年身體越來越差，首要根源就係作息紊亂，長期捱夜。退休之後冇咗上班約束，冇咗工作壓力，冇咗時間規範，好多老人開始肆意放縱，日日睇電視、玩手機、傾閒偈、打麻雀，夜夜捱到凌晨先肯休息，朝早又賴床遲起，作息顛倒，看似自在逍遙，無拘無束，實則日日透支元氣，磨損氣血，消耗精神。60歲嘅身體早已經承受唔起熬夜嘅折騰，年輕人捱夜瞓幾個鐘就可以恢復，老人家捱夜一日往往需要幾日先可以調返元氣。長期作息混亂會直接導致氣血不足、精神萎靡、免疫力下降、頭暈乏力、失眠多夢，各種慢性病都會隨之而來。通透嘅長者60歲之後，第一件事就係規律作息，順應天時，早睡早起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係最平價、最有效、最穩陣嘅養生之道。唔使花錢，唔使費力，只需要自律堅持。早睡可以養肝排毒、修復氣血、穩定五臟機能；早起可以舒展筋骨、暢通氣脈、提振精神氣息。日日堅持規律作息，身體機能先可以穩定運行，元氣先可以慢慢積聚，體質先可以日漸強健。晚年最好嘅滋補，從來唔係名貴藥材、昂貴保健品，而係夜夜好眠、日日規律、年年穩定。除咗作息，
飲食自律亦都係老年健康嘅重中之重。好多長者一生節儉，年輕時捱得苦，食得簡單，退休之後終於有條件享樂，就開始放縱口腹之慾，鍾意食重鹹重油、辛辣刺激、肥膩濃味嘅食物，鍾意飲酒貪歡，隨意進食，三餐不定時，甚至貪圖方便，日日食剩菜、食快餐、食加工食品。誰不知60歲之後，脾胃功能大幅減弱，消化能力逐年下降，代謝速度變慢。年輕時可以輕易消化嘅食物，老年之後只會變成身體負擔，淤積體內，滋生病痛。脾胃係後天之本，氣血生化之源。老人家脾胃強健，五臟先可以滋潤，身體先可以硬朗，精神先可以充足。脾胃虧虛，百病自然滋生。晚年飲食最緊要清淡簡單，規律適量，新鮮乾淨，細水長流。唔好暴飲暴食，唔好過度進補，唔好貪食肥膩，唔好節食敷衍。三餐定時定量，粗細搭配，果蔬適量，少鹽少糖少油，遠比各種昂貴補品更加有用。好多長者一味追求大補，亂食保健品，亂進補藥，反而加重身體負擔，擾亂氣血運行，適得其反。真正嘅養生係順應身體需求，溫和調理，長期堅持，而非急功近利，過度滋補。60歲之後，仲要學會節制口欲，遠離縱欲享樂。好多老人退休之後無所事事，沉迷飲酒、麻將、熬夜、玩樂，覺得辛苦半生，理應盡情享樂，及時行樂。但晚年嘅享樂必須建立喺健康嘅基礎之上，透支身體換來嘅歡樂只係短暫虛幻，最終都會化為長久嘅病痛折磨。適度娛樂可以舒心解悶、調節心情，但過度沉迷只會耗損元氣、折損福壽、動搖根本。晚年最大嘅智慧唔係盡情享樂，而係懂得克制、懂得節制、懂得愛惜自己。如果話作息飲食係養生嘅基礎，咁情緒平和就係養生嘅靈魂。人世間大多數老年病痛都同情緒鬱結、心氣不順、煩憂太多息息相關。中醫常言，怒傷肝、思傷脾、憂傷肺、恐傷腎。情緒係最無形、最厲害嘅身體殺手。60歲之後，好多長者仲未看透世事，依舊日日操心勞神，事事執着糾結，時事動氣鬱悶，操心子女家事，糾結人情冷暖，攀比他人得失，耿耿於懷，舊事遺憾，日日心懷煩憂，心氣不暢，鬱結難舒。長期負面情緒累積，會直接導致氣血瘀滯、五臟失調、睡眠不佳、免疫力下降、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心腦血管問題、失眠、焦慮等老年常見病，大多都係氣鬱積累而成。好多長者身體檢查冇大問題，卻日日周身唔舒服、無力乏力、心神不寧，究其根本就係心結未解、情緒不順、內耗太多。晚年養生7分養心，3分養身，心靜先可以身安，心寬先可以體健。長期久坐不動、懶散度日，會導致氣血運行遲緩、筋骨僵硬、代謝淤堵、免疫力下降，越坐越虛，愈懶愈病。但過度劇烈運動、超負荷鍛煉會磨損老年關節，透支殘餘元氣，加重五臟負擔，反而得不償失。真正適合花甲長者嘅運動係散步、緩步、太極、柔軟、拉伸、簡單舒展，每日半個鐘、1個鐘，微微出汗，身心舒暢，氣血暢通就足夠。日日堅持，循序漸進，動靜平衡，先可以疏通經絡，強健筋骨，提振精神，穩固體質。
運動唔係為咗追求強健體魄，而係為咗保持身體靈活、氣血暢通、機能穩定，遠離病痛困擾。60歲之後，仲要學會敬畏身體、傾聽身體嘅聲音。好多長者一生硬撐習慣，細細嘅病痛、輕微嘅不適，從來唔放在心上，覺得小毛病無所謂，捱一捱就過去，忍一忍就好。年輕時硬撐係堅強，老年時硬撐係愚蠢。花甲之年，身體嘅每一次不適、每一次疼痛、每一次乏力，都係身體發出嘅警示信號，提醒你元氣不足、機能衰退，需要調理休養。千萬唔好忽視小病，拖延不醫，硬撐硬忍。好多嚴重嘅老年疾病都係由細小積累、長期拖延、忽視調理演變而來。身體不適及時休息，輕微病痛及時調理，定期體檢及時排查，唔僥倖、唔拖延、唔硬撐，先係對自己晚年最大嘅負責。健康唔係等出來嘅，唔係忍出來嘅，而係保養出嚟、珍惜出嚟、呵護出嚟。你善待身體，身體先會善待你。你珍惜健康，健康先會伴你安度餘生。晚年仲有一個極為重要嘅養生智慧，就係學會息氣、息神、息力。人嘅元氣、精神、體力一生有限，耗損容易，積聚艱難。60歲之後，元氣已經耗損大半，最緊要嘅就係減少消耗，守住根本，慢慢積聚，唔好再四處奔波勞碌，唔好再事事親力親為，唔好再過度操心勞神，唔好再參與是非紛擾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多一憂不如少一憂。少消耗一分心神，就多積聚一分元氣；少奔波一分勞累，就多穩固一分體質。好多長者退休之後，依舊勞心勞力，日日為子女跑腿，為家事操心，為人情應酬，為瑣事忙碌。名義上退休休閒，實際上比返工更加疲累，心神從未真正放鬆，過度消耗自己，過度成全他人，過度操心世事，只會不斷透支晚年僅存嘅元氣，令身體每況愈下，精神日日頹廢。通透嘅老人60歲之後，一定會學會自私，學會鬆懈，學會優先愛自己，將時間留俾自己，將精力留俾養生，將心神留俾安穩，唔再為他人消耗，唔再為世事勞累，唔再為無謂之事內耗。慢慢就會明白，晚年嘅健康從來都唔係單純嘅身體狀態，而係心態、作息、飲食、運動、處事方式嘅綜合結果。心寬、身懶、食淡、睡好、少憂、少動氣，看似簡簡單單、平平無奇，卻係最頂級、最長久、最真實嘅老年養生之道。世間所有嘅財富、名利、體面、兒孫福，都需要有健康嘅身體先可以享受，先可以擁有，先可以安穩。有健康先有清閒，自在嘅晚年，先有隨心所欲嘅生活，先有安穩平靜嘅福氣。冇健康，積蓄再多都係虛空，子女再孝順都係無助，日子再熱鬧都係淒涼。你身體硬朗，起居自理，無病無痛，就唔使拖累子女，唔使看人面色，唔使受病痛折磨，唔使被生活束縛，可以自由自在、從容淡定過自己嘅小日子。呢份自在，呢份安穩，呢份無憂，係再多金錢都買唔到嘅晚年尊嚴與幸福。60歲之後，終於悟透，人生下半場最大嘅成功，從來唔係幾多財富、幾多成就、幾多掌聲，而係身體無病、心中無憂、日子無累、歲月無災。好好養生，好好養心，好好惜福，好好生活，先係花甲長者最清醒、最通透、最智慧嘅活法。
前半生為生計奔波，為責任堅持，為他人付出，已經足夠辛苦，足夠盡責，足夠無悔。後半生務必放下執念，遠離內耗，自律自愛，靜心養生。願每一位步入60歲，走過半生風雨嘅長者，都可以看透晚年健康嘅真義，放下不必要嘅操心，戒掉透支身體嘅習慣，養成自律平和嘅生活節奏，以清淡養脾胃，以早睡養元氣，以平和養心神，以閒適養生活，日日安穩，月月順遂，年年健康。守住身體嘅硬朗，守住心境嘅從容，守住歲月嘅清歡，無病無痛，無憂無慮，自在安然，度過一個平靜、體面、健康、長壽、溫柔圓滿嘅美好暮年。